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来推动着 iBike 倍增的计划，也就是 U-Bike 为这个原本的300外站，搁增加1000站，将做1300外站。啊，第200站就伫昨正式来落成，那车体换新，系统嘛全面来升级，民众要使用更加利便。 做好历史交通，台中 iBike 增加计划设超过200个站，至少伫咧台中市，互民众更加便利。那铁马是新的，系统的设计嘛拢升级。它把电力跟通讯都移到车子上面去，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未来我们的设站就没有限制，不需要说一定要拉到有电的地方才有办法去设站，所以2.0的设站就会速度就会很快。 U-Bike 2.0新型的设计，加一个交流的面板，除了用一般的电子票证照铁马，买当用手机来照。下载 APP 2.0，然后就可以来感应。若是俩 App 轻轻感应，就当照铁马，佮加设多元支付的方式，互民众不管行到大，拢会当照。筹措5亿的预算哈，那决定要增设在原来的300多个点以外，再3倍增加1000个点哈。那现在就开始在陆续的这个进行建制。那今天呢是已经完成第200个点。不过目标唔敢若安尼，未来卖看使用铁马进行，才考虑看敢有要继续增加10点。